嫂嫂，嫂嫂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策马加鞭，金高关咚的咚，玉石狮子将马奔，噔噔噔噔噔，月朗抬头来滚滚。哦哟，蒋丽娘呀，又拉垮，死了么算了，为啥？想开点，弄完又讲根。蒋玲说呢？当啥去嘞？讲根呐？一道去的。哦，去走。好哦。蒋丽娘，蒋根今年几岁了？12万说噻。14岁了。14了？哎呀，好讨老婆嘞。讨老婆？家里的官三钱都还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怎么还不过侬的呀？是啊，为此隔壁官山长，我给中保都也隔壁。不过债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嘛。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5地，好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要么还有2间铺巢。蒋丽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哎，不会让侬小身上当算盘呀？有啥个算盘好当嘞？蒋丽娘，江陵一死100年，空留着年轻媳妇在身边。大户人家手机少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地？上茶过河包不马钱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知见。还是我懵懂少知见，在家寡妇能在几个钱？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怎能够关牛不长途安心？祥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得闲，我倒有个好知见。我家山中有个何老龙，当了为生1多年。他曾经托我把煤来做，村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啊，要是江陵少肯嫁过去，他愿出彩礼多少？82千。 80千呀！ 80千，喏，江跟他老婆为了过得钱，至少剩下20千，舒舒服服好过年。再说侬媳妇生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缓几天，怕掉她回来一房新媳妇，后半世万苦劳来填。 江林嫂，韦大嫂，开啥哦？韦大嫂，江哥，倒像个大人了嘛？韦大嫂昔日特侬做个媒啊？策马加鞭，金高关咚咚咚，一日狮子将马奔，噔噔噔噔。 娘，韦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？这是跟侬讲过啦，是讨债来的。搿有还讲等我做媒？快吃！吃！韦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胡姥姥肯出，
就能过过完账，还可以就能讨老婆。娘想想倒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带啦。明天，娘，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侬管！侬说就来风声，你到嘴让我打死侬！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，叫侬过过完账，就能讨老婆呀。我不要！小菊，快高去！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！时又不早了，早点困呀！哦。婆婆说话，你可听到啊？他要卖我到何家？已与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骂我能受，激我还能我能熬，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，看那张家秀、李家嫂与我一般不招摇，俱都是被迫难再婚嫁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，再教父。我只有
你三情不卖我情愿做牛做马，千金重担一人挑啊！年破西天，他真人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钱财，只一定终究还是受破了这件一大牢啊！我做事又想来日嘛，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人当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日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逃吗？对，我逃，我逃。只有逃，只有逃，宁死不愿再还家。云去匆匆，回头望。意难丧，却是家。抗两边把一荒唐，明当自长更猖狂。该官子便把令，必把故里亚当，上下正北见不顾，空门自逃披一旁。我昔日侍奉山下上凤凰，道德人亡乱岗上。所以他不得少加些步，凶节上吊。我不但自愿替他做了一片墨子命，特别声明不受限。是啊，使用此举真是夸神夸事。哪里哪里，这无非是挽救侍奉神仙罢喽。阿虎，今朝已经是年2了年，
明朝赵军部3就要上天，上来一大堆短工还不来。哎，侬到去问问太太看。我不去，太太顾不到短工，要拿我出去的。太太们又要买了好，又要买了坏。那还没弄好啊！死丫头，当我眼睛黑的，一准备就偷懒，瞎七瞎八的，穿掉了几个蓝巾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发过短工是忙不过来的，杀鸡宰鹅知福利，侬晓得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过短工嘛总是淘气，可头面个坏老婆子了，没事体嘛，伊来得个起劲，托伊寻个人啊，连个影子也不见来。太太，老邝回来啦，做睡得怎样？只有半包大人。只有半包。是啊。世道变了，人心也坏在。你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夏林嫂，来。是太太，侬倒想着来个？我哟太太哎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不敢来呀。蒋林嫂见过史太太。哦，史太太，太太，他是回家山中人，么是我娘家亲爱相邻。今年春天丈夫死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走帮工，出席生活样样美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称心啊！我看他模样周正，总儿想出手大家力气强。贾玲嫂啊，太太，挑水披上，杀鸡在我可为主。哦哟，太太哎，这些生活能担当。我有心将他来留下，可惜他是孤丧。老爷说来多忌讳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走好走好。刘父，刘父。史老爷，蒋林嫂见过史老爷。史老爷是韦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人倒老实，年夜三边来用人难啊，试试看再说啊。老公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算半步道成。哦，可。韦老婆子啊，史太太，那么让伊先试3天，规矩照旧啊。好，我谢谢史太太。蒋林嫂，侬来到周我过生日来看侬。韦老伯伯，谢谢你啊！不要谢我自家尽力呀。
老爷史太太，见过史老爷史太太。史老爷史太太，太太，这个就是强林嫂的婆婆啦。伊屋里，侬自家去讲。老爷，太太，我还是很难出口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我媳妇能在路上走，正好比是一部登天堂。谁知是家境贫寒，身受伤，开春以来农事忙。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还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水与源，是与根，我这边种八瓦墙。哎呀，太太，媳妇。娘，媳妇，年轻人做事少分寸，出来帮用一个对我讲一声，害得我东寻找西打听，今日看见你才放心。娘，媳妇啊，你的心事我明白。娘的苦楚你也知情，春来农忙人手少，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！娘，我在这里做，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积少成多，也好叫你拿回去还债。我不回去，媳妇。常言道，事高千丈，一落为根。难道你一生一世做庸人？是啊，他虽说没有练过马身文，道理总要讲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，何况有总把人。江林嫂，太太，侬烧饭去了？哦，媳妇啊，娘，把我几个月工钱先拿回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啊，媳妇啊！哎呀，太太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屋里穷讲临时，老的老，小的小了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叫我怎么办呐？好了好了，可可的生我体头，老孔，把江林嫂的工钱算出来。是。老爷，就是要回去嘛，也要做到月底，搿个规矩嘛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真是两大糊涂啦！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我过了忙头，再叫媳妇来帮忙，不过做到月底嘛。江林嫂能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共1750文，江林嫂省吃俭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拿去他。是。
他不30步拿吃。老头窝里呀，侬个良心是好够。老罗啦，亏得侬个嫂嫂今朝总算成人家嘞，真是不容易哦。还不是托死他不30步的福。嘎我，好个好个。吃杯茶啊！不要来，不要来。来，老罗呢？当辣起来。当然，不今朝烧个日脚了啊！这家伙晓得侬欢喜吃老酒啊，跟侬去当古酒小菜哦。老罗回来了，老罗回来了，九星太公，老罗回来了。老罗，今朝还当啥个来呀？快换衣裳去。你的啊，九星太公。老罗啊，今朝了总算一套老母了啊！换衣裳去。我看老罗还老嫩嘞。都是假的哦。伊拉爹成亲的辰光啦，人也是找不到的啦。快点，快点！假是虚的，搿套个黄花闺女也不要介许多呀。自家话呀，小妹子玩发财难，都让回老了刚刚过。哎呀，可是姥姥又要背债嘞。叔叔，你真好看，你新郎婆嘛当然好看的了。咦，新娘子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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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点，拿两走开，拿两走开。老大啊，啊，人来东寨哦，还有一半。哦，那，好个，蜡烛点起来。哎，好，来，走开点，哎，绳解开，绳解开。可以拔刀了。好，阿哥，来，我讲了你多少年的伟大叔，你欺负我寡妇，是要先自尽身的。我也是为侬好，侬看老老，老老有说话，比侬家里我不晓得好几倍了。来，拔刀。蔡丽莎，侬，哎呦，魏大哥，魏大哥，哎呀，对了开，快，下快，哎，好，下快，好，走开点，一点闭上，抱起来，好，不要紧啊，来了，抱起，哎，好，不要紧啊，好，帮忙，拔刀，拔起你，二把四手，夫妻家吧。哎呀，人不对了，上来去，好，来，上上去，来，好，好，好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房门一关，明朝就好。老多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老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去杯酒吧。老了当然三鸡不要忘记炒一炒。哎，好，吃老酒去。他讲吃老酒去啊，吃老酒去啊。他不30步吃酒去吧。哦。姥姥，等伊醒过来，侬好好劝伊啊。嗯。姥姥，我走了。哦。姥姥你。哎呀，
弄了，终究两样的。好，来，去去去。哎，好，去。他不在跟我们抢。来，去。好，来，去。红布棒，吹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只心啊，先试试看。啊，来。哟，看你家打的真快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还有一扎，做好了一起吹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。亲啊紫金当班，毛毛团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咪咪叫我妈妈叫我，好奶奶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阿毛娘，阿毛娘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？弟弟，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哎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事，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儿女？是呀。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啊！阿母娘哎，跟俺走来，啊姥姥好好歇歇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。不要吓我。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坤你，阿妈，你看爹当了一只狼。弟弟阿毛怕。哎，阿毛不要怕，这是只死狼。哎，怎么春天也会有狼啊？什么没有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啊，阿妈，心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还有一只妈妈猪。哦，姥姥，你怎么了？姥姥，没有什么哦，到里面去歇一会吧。啊。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。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上完正刚好，怎么能吃人的呢？弟弟讲故事，弟弟讲故事。阿毛，来，
娘弟好好的歇一会，到门口去补头，不要走开啊！哦。我去烧点热的，叫你暖暖肚。嗯。快来是上外佛法明波长啊！阿毛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阿毛娘，阿毛娘，阿毛娘。我一并啊害你上街中，你受苦从不得生啊家。老罗，你讲这是做什么？指望平日夫妻同到老，有谁知啊半途将你劈一旁。阿毛弟，阿毛娘是今离你
长，一时杂物意外情，儿是阿毛的成真。福地福财年，你莫知怎样度时光。阿毛弟，老罗，我们的阿妈接了，接了。老罗，阿妈接了，接了。老罗。
经到了年夜3边了，断供还没交着嘞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交好呢？还会交得着个？每年祝福总是为个团面个断供来了淘气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这个蒋灵嫂呀。蒋灵嫂，你开口闭口总是蒋灵嫂。你不要以为蒋灵嫂那一股长功比得了，她自从嫁到侯家坳，日子过得倒很好，还生了一个胖儿子，你要她再来还办不到。好了，老套套的，老公不是去找断供了吗？一年到夜折磨人家事体，自家的事体一点都不管的啦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是太太，是老太婆，侬倒想着来个？是太太，我等侬寻来一个人，侬想不到的。啥人啦？侬就是蒋灵嫂呀。蒋灵嫂，人呢？来了厨房里。蒋灵嫂，蒋灵嫂，太太叫侬。太太，蒋灵嫂啊，几年不见，侬老得多了嘛。哎呀，侬又打啥人的笑啦？哦哟，太太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啦！自从嫁到山里远，头几年过得到人流，谁知道丈夫得了啥回事？阿妈又被狼拖走。阿妈，肚子为夫子脂肪有根线，大把的杂把哦手，逼得他走投无路难度死了，万望太太来收留。昨年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当知道下些天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我叫阿妈，坐在门口不动，她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。她出去了，当我要叫阿妈的时候，阿妈不见了，我急了，我就到处去寻。寻到山坳里，找到了我那阿毛的这小儿子。我怕我阿毛被狼吃了。姑孙啊，姑孙啊，他写诗作孽。哎呦，太太哎，府上嘛总归要用人啊，上岁不是熟岁。再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太太，侬就做做好事吧。好吧，不过蒋灵嫂啊，你在我家做可不能哭哭啼啼的，老爷是最烦急的。哦，带伊到后房去。哦哟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蒋灵嫂啊，说侬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喂，老婆婆，真多谢你呀！非要谢个，自家尽力呀。蒋灵嫂，那侬也非要难过来，怪来怪去啊，总怪侬个命不好啊。是啊。蒋灵嫂，她来做什么？喏，说起来呀，真是作孽啦！伊第二个丈夫又死了，可儿子也会被狼拖走。我想嘛，屋里正好缺人，所以把伊留落来啦。什么？荒唐！做了2次寡妇，
你怎么还把他留下呢？寡妇本来不吉利，两次寡妇更万奇。你也知道用人难，我是吞他金矿有力气。这众生看来似乎很可怜，其实是还为风俗才不欠，实在是用不着人呀。既然你作子把他留下嘛，那就算了。不过用他帮忙还可以，做佛上空莫差钱。既是用品，不许他遵守，否则是不管不行，祖宗看见要讨厌。阿妈，阿妈，要是我阿妈还在的话，也有这么大了。阿妈，哎，你看，祥林嫂又在想我了。是呀，再想想却发疯了。祥林嫂，你再讲一遍阿毛的故事给我们听听好吗？是啊，再讲一遍。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真傻呀，我真笨，我有时懊恼，有时恨。我拿了一只小蓝，一只碗，叫阿毛一面拨头，一面开门。总怪我自己太粗心，转眼不见他踪影，不见阿毛我心着急，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啊，不说阿毛躺在草库里，虚弱模糊看不清，他不藏一派狼气空，小兰一只弯牙的鸡。哎呀，蒋林嫂，侬米捣好了没有？米，我一天到夜我真笨，我真傻，太太已经让发脾气了，快点起来哦。今年做房里的杀鸡宰鹅的人都没来，阿花去叫阿贵来。太太杀鸡宰鹅我会呀，你去叫来呀？哦，
就是做佛呀，一切事情都为安排。一只碗三碗为洗好，红旗铜碗呀为人打。家里嫂，侬放着。作为玉皮去理一理，是拿去擦一擦。哎呀，我叫侬不要动，侬听见吗？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与我去劈柴？真是个西施面孔，一日到夜会得没笑容的了。江林嫂，对嘛，我会擦的呀。哎呀，江林嫂，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嫁了2个丈夫，做了2次寡妇，你这双手呀，不管不认，这些东西他是不许你碰的呢。江林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是有长期的吗？啊，疤，哦，哎，江林嫂，我对侬想想，侬实在反顺啊。江林嫂，你实在笨，你索性从事到官啊人。如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，倒被人家当坏兵。再说你第2个丈夫有丧命，你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将来你到阴司去，那2个死鬼男人还要把你整。到那时你主意难，语言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举2万分。刘妈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不相信，我去拿冰肉里包抄给你看啊。你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实际阎王判官小鬼。那我怎么好啊？我怎么好啊？刘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我倒有一个，只怕你做不到呢。刘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江林嫂，你还是没去到真西土地庙，去捐掉门看做替身，让千人得来万人夸，来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那么为。刘妈，侬那台擦好吗？我擦好了。
一场非常真。到如今，第二个丈夫又上面，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多少我不急不强把把命啊，不管不行的少走心。我抬头不管看别人啊，只有低头还是神。那老爷太太，我更怕见。把我当作眼中钉，既是不许我转手，那杀鸡在我无份啊！刚才绿马一番话，原来我才你有在本身，我生死不见天堂路，因事大于地狱门。那月里八场全是白，那3天年路阴森森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气灭了呀！是小鬼！金拉的铁丝郎当一无人。难道他也是神仙万他才到阎王天仙定彩银？像我神仙受人情，
千般苦。时候啊，那困两半分。有鬼呀！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呀。去卷条门看，对呀，去卷条门看，不是去到珍稀土地庙，卷条门看做替身，让前人打翻身花，让前人他翻身花，说了我这一世他才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卷条门槛究竟要多少钱啊？起码20钱。20钱。苗子爸爸，你总要做做好事啊！我每个月工钱只有500文啊。500文？干侬诚心要捐了？是啊。好了，我再替侬算算，至少12钱。12钱。侬每月工钱500文，这2年嘛就有噻。2年。12钱是再少了，再少就是不诚心，不诚心啊，捐了不灵我。从今后，侬个财业就由门槛代替的。苗子爸爸，真多谢你呀！卷好了，卷好了，我卷好了，门槛一条。雷妈，阿花。我门槛卷好了呀，门槛卷好了。苗族人正月初3谁同过，元宵节前
要做好。生是了福前妻，与四叉宽，一叉高。自从把你都转不进，十啥雨连拦不了。从今儿要千声他，万声夸，我的才女好说掉，好说掉啊！好好好，贾玲嫂，难道从今有那个才女啊，都有明看见你代替啦？好转用了呢？吕妈，真多谢你呀！吕妈啊，阿花，你们有空的时候帮我去打一打哦。好，一定帮你去打哦。今天我也说了才，好事从心啊，伴娘胎啊，从今有杀鸡在我能做，我也可以插蜡台啊。今夜晚祝福八公有我问，我也不用再离开啊！我为啥不为啥人言？世道因是也无啊在。时人已到，老爷关照上府里。七个里一声叫，老子三已经到。平沙不平沙，我最后在沙子里落山包。一份刻苦一份拿血，一把筷子一把刀，三个革命快快上，我有路你看。进一条元宝鱼，老爷少爷好把龙门跳，万月一我万年了，我一份关照就忘了。哎呀，家里说，快放下！太太，我好哪来呀？阿花，快蹲过来！太太，我捐过了呀，捐过了。什么捐过了？老爷，我门槛捐过了。什么门槛不门槛的？老爷，我的债已经说过了呀。说财？你也想说财？你这个不祥之物，伤风败俗，
一生一世也出不了谁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啊，我快去闻一闻，快去闻一闻！哎呀，江陵嫂啊，今朝啥个日子是啥个日子？侬不是这个？他都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苦，把江陵嫂的弓箭算出来。是。来吧，啊，侬报功。枪！我早就关照过你，这种伤风拔俗的贱态留不得。哎呀，也怪我一时心软，可以可怜，谁知道伊会变成各种各个样子哦。老爷，弓箭他已经全部拿去了，只剩下几十文零头。拿着他，叫他滚！江陵嫂，江陵嫂。老爷，百无禁忌，祝福祝福。真是个美种，祝福祝福。高老夫子，走好，走好，死不远送啊！留步。不招不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就可见的是个美种。防不禁忌，不惊心，一片森林，不禁忌，不禁忌。